当来看国内消息，高雄的基顶有人要去上班是坐船往回市区的。不过对7月开始，这上下班尖峰时间，因为减一只船在走，即马是要等到15分钟才会付一帮船，这是引起众人的批评。这专业者即马嘛已经个检讨，已经个改转去原本的班表。离峰时间，基顶渡轮真侪民众等咧要坐船，每一帮船等待10分到15分钟。所有当地居民反映，7月开始上班尖峰时间等船的时间，甲离峰时间差不多。因为原本有4只船咧驶，变做是3只。上班时间如果说班次变少，可能大家就会等比较久，排比较长。那如果碰上假日的话，就可能就会等更久。节奏度的话，所以这个影响就蛮严重。当地你嘛接到真侪တင်情，因为上班尖峰时间船班变做3只船，民众等船加上坐船时间就要半点钟，影响到通勤。看到反弹的声音愈来愈大，船公司伫实施2礼拜了后，赶紧来恢复原有的模式。甚至讲有到15分钟以上，所以你15分钟挂个轨的传承对大家上班时间影响非常的大。原本4艘的时候是5艘在跑船，那我们调整3艘。在跑船，1艘备勤，那让备勤的这个人力就是说降低人员的工作负荷有效的运用在这个设备的这个检查记录的填写，或是做基本的维保。轮船公司澄清，降低着开船的班次，是希望减少油料、人力成本，卖当增加着运量。不过也是维持有4只船在走，只是其中1只是避勤的方式，有需要才来驶船，希望会当减少着公司连年亏损的状况。目前已经顺应着民意，恢复原本的4只船。记者王刘婷、陈香港报道。